候吧，在面找了一个洗头按摩的店嘛，然后我去了那里洗完头之后，然后那个人就问我要不要做一个精油推背，是免费帮你做，是免费帮你做。后来洗完头，他就直接把那些工具拿进来，我想着人家都拿进来了，然后我就直接去换那个做 SPA 的衣服，大概按了有10几20分钟吧。突然之间就感觉他的手不老实，一直在摸我。摸你哪里？他就是手一直顺着手，然后直接摸膀胱那个地方，然后在那里按了贼疼，把我都按醒了。他也没询问我的意见，就直接把我裤子往下面拔。说你有病吧？按腰部你脱裤子干嘛？他说我们做这个项目是按臀部的，什么什么，我说同意，我说来姨妈了，我说谢谢。后面他就给我按肚子，按着按着就摸到我胸上去了，然后我当时还录了视频。我就一直把胸捂着的嘛，我说不外胸，然后他就直接把我的手直接甩开了，我当时都要急哭了，因为整栋楼就我一个人，我是真的很害怕，因为他还把门反锁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我就点开了，但是我已经发现了上面有那些隐藏的评论，就说有很多女孩子被他揩油，很恶心，乱抹揩油。别去，姐妹们，商家就是个变态大叔，专门占便宜的，别上当。千万不要去，真的很恶心这个店。然后我当时很害怕，当时又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万一做出其他更过分的事情怎么办呀？我都想着今天已经走进了这个黑店，我当时想报警，他说你报警无证据。然后我就想着，反正我都已经被揩油了，到时候要是报警的话，人家说我污蔑他怎么办呀？他在摸我的时候，只能先拍照取证了。后面他说他出去打盆水，然后帮我洗一下，然后我就把门打了反锁，然后报了。